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我係5C班嘅蔡冰冰。我係5E班嘅李正陽。我係5E班嘅蔡達希。今個星期4至6年班同學將會去深圳、東莞同上海學習交流，欣賞祖國風光、文化及科技嘅成就。係啊，4年級將會參加深圳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探索之旅，參觀大鵬半島國家地質公園博物館同埋大鵬古城，親身體驗文物保育嘅重要性。5年班就會參加東莞同中山嘅歷史人物及之旅2日之旅，參觀孫中山故居紀念館，認識孫中山嘅生平同貢獻，亦會去到虎門林則徐紀念館，認識鴉片戰爭嘅歷史，明白維護國土安全嘅重要。而6年班將會參加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3日之旅，參觀上海科技館、上海外灘等，認識上海科技歷史同文化。希望同學都做好出行準備，回來再在國旗下講話中分享見聞。多謝大家。